日在地新闻，后来乡亲继续来看婚林轮培乡公所推广这种在地农产洋芳粿，时送这个芳粿到东兴国小，让学生食一个甜，嘛借这个机会，让学生囡仔知影家己的故乡轮培所生产的洋芳粿品质一流。囡仔真欢喜咧食麦浪，而且麦浪真高质，互因食甲真煞脆。好吃。好吃哦，那你刚吃了几块？1块。1块，很甜吗？这次到这个洋香瓜。很甜，很好吃。这个比较甜。那你吃会不会怕蛀牙？不会。轮培乡是麦浪的重要产地，公所逐年拢会举办麦浪节的活动。今年为疫情改造上麦浪，予学校佮有社区的老人辈来推广品质上好的麦浪。希望可以推展食农教育让小朋友有去探索怎么样来栽培这样洋香瓜可以从小就跟这个瓜结上一个很好的缘分。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囡仔嘛会当更较了解家己家乡的农作物。嗨，我是映彤，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站起来！